大家好，我是柯尚德，写歌词的柯尚德。我写出个台语词甲国语词。第一届写台语词的时阵做欢喜的，因为每一字拢是第一届使用。我连我爱你这3字你拄开始写歌词的时阵，大概写拢大概无相同感觉，如同每一届写我爱你。可以谈一次新鲜的恋爱。我写什么歌，你家己去查一下。你要对我有兴趣，你可以去查；你要对我无兴趣，咱即摆就讲拜拜。许常德老师的词一直都是，我觉得都在平均水准以上。那当然，台湾的流行歌词的作词者，他的产量都非常大，尤其像许常德老师这么厉害，产量都非常大。那他去适应不同的歌手需求，其实他的风格不会完全一样，写法也不会完全一样，所以。它会有像《茉莉的情波》这样，真的我觉得是很精致的东西。那当然也会有看到那种比较流行、比较轻松，你看得出来他也写的比较轻松一点的歌曲这样。我感觉你是一个就厉害的，敢若亲像是小说家写小说的人安尼的创作者不像是大部分的作词者都比较像诗人，但是您有一个很强的公构书的能力，能够用很短的篇幅。把大家的一辈子、几世人的构思就浓缩在这个几百字里面。那也期待往后可以读到更多您的作品，让您希望您能够一直说出很多台湾人一生命中他们的这个故事跟心声。果子结枝在秋天，这一切拢爱感谢天，甲情人流过汗水，吃果子摆树头，啉泉水思源头，人生种种爱做基调。幸福的本源，甲咱做伙行过风风雨雨这多年。花开在春天，果子结枝在秋天。这一切拢爱感谢天，甲情人流过汗水，吃果子摆树头，啉泉水思源头，人生种种爱做基调，唔通袂记幸福的本源。
树头，冷泉水思源头，吃过市爱树头，冷泉水思源头，吃过市爱树头，冷泉水思源头，吃过市爱树头。冷泉水思源头。咱来欢迎名作词家伫唱片界足出名的制作人柯尚德老师。老师欢迎。我是柯尚德。老师，足侪人拢知影讲你写足侪歌词，尤其伫咧华语歌，你的作品毋免我加介绍。啊，毋过吼，真正讲看到足侪足好听，尤其迄个歌词足有路的台语词，嘛是你的名呢。细汉时阵是要接触台语哦，是足困难的啊。电视综艺节目咧播歌的时阵，嘛有限制台语歌的曲数啊。然后毋是大家节目拢会使播台语歌。伫迄种迄时代，慢慢大汉的人哦，要用台语写歌词哦，我会记我开始写的时阵，连字要怎写拢袂晓写。迄阵佫无有网络，也袂讲快速寻找安尼，所以拢写家己哦想的字，毋知迄字嘛毋是，可能嘛毋是我想的是，我看别人安尼写，我嘛安尼写，所以毋对哦，大家都做伙毋对所以阮迄个时代有一个特色讲，我无法度讲做深的台语，所以阮写字哦，可以拢用写诗的方法哦，迄个真经个写出来。我一定到高中1年，才开始读课外读物，因为我考到上尾仔一个志愿，所以迄校升学率只有0.1。我对第一天开始就讲，我入这间校，我逐天拢不爱读册，我逐天拢去图书馆借一本小说来读，无我时间唔知要安怎过。我就是安尼哦，对迄开始就开始读册、写诗，然后参加迄个社团。你亲写到的台语歌是写互谁？第一首啊，哎呀，就是陈小霞啊，因为我入这一行哦，第一个公司就是到 EMI， 那时候那个陈小霞是在制作部当副理，然后呢，他那时候就是非常忧郁。状况很糟糕的一个情形，就是下班以后没有地方去，就躲在那个制作部的一个小角落，然后开一个小黄灯，那所有灯都关掉哦。那我就那时候就是我一个人在台北嘛，所以我也晚上也没有地方去啊，所以我每天晚上就跟他窝在那边聊天。我突然有一天跟他讲说：“陈小霞，你那么多故事哦，我来写你的人生。”我那时候就说：“来，我帮你写歌。”然后就针对他的这个人哦，写10首歌。写全面的，不管在亲情、爱情、友情、梦想各方面的角度去写他这个年纪的作品。那你想想说，那个时代陈小霞那个外形，那演唱的方式，我们写这10首歌哦，是不可能出版的我们就这样写着，写10首以后，准提去哦，齐秦听，齐秦也不知道是喝醉了还是真的很喜欢这些歌，就隔天给我讲说。这歌是谁做的？然后非常好听，一定要出版，就这样一句话就出版了。你写的就是听歌的人嘛，就是迄几块专辑嘛，那用台语来当做讲要甲伊交配，还是讲要写伊这个人的语言？因为迄个时代是做迄个景气做繁荣的时代嘛，所以做侪迄个唱歌的所在、食饭的所在哦，大家拢那讲生理啊，啥物人咧听歌所以你台顶的人哦。假使伊毋是一个大家拢做欢迎的巨星哦，做有名的明星哦，我想伊伫遐唱歌，大家拢嘛是咧食薰，可以咧讲话，就是安尼。我是甲迄个情景给写出来，因为只有安尼写，我还会使甲这个歌手的孤单给表演出来。我是不管替什么人写歌，我第一个方向就是要写。别人袂想到的歌，
为什么爱做无共啊？毋是该做一个无适合伊的物件，你是爱做一个伊放你心肝内，大家拢无发现的物件。今夜风淡薄寒，予我想起过去伤心的一段，吉他伫我的手轻轻地弹，歌也袂唱，心着淡薄疼。饮有人啉酒，有人点点食薰听我唱，饮有人孤单，有的一道几落的朋友，无论听歌的人有几个，我拢会唱出你的梦。今夜，请恁甲心情轻轻啊放，予我的歌在恁厝旁。人生啊那大海，有啥风拢想袂完，心情若是起风台，目睭起起只是梦。所以啊，听歌的人，请你唔通问我，伤心是为啥人？所以啊，听歌的人，请你唔通问我，我所唱的敢是我的梦？饮有人啉酒，有人点点食薰听我唱，饮有人孤单，有的一道几落的朋友，无论听歌的人有几个，我拢会唱出你。请恁甲心情轻轻啊放，予我的歌在恁厝旁。人生啊那大海，有啥风拢想袂完，心情若是起风台，目睭起起只是梦。所以啊，听歌的人，请你唔通问我，伤心是为啥人？所以啊，听歌的人，请你唔通问我所唱的敢是我的梦？
想起过去伤心的一段，期待着我的手轻轻地弹。老师头拄仔咧讲大卡子啊，咧讲听歌的人，是佫刷落去吼，我知影讲你华语的唱片的 case 都演袂了啊，佫落去佫浪偌久，你才佫有机会讲佫写到台语歌。陈小霞迄个大卡子啊出版的时阵，迄阵主题电台拢有迄个排行榜嘛，然后阿爸就是讲啊新歌，因为迄时代出这个唱片的那种新歌的迄个爆榜的节目呢，我会记迄阵哦。所有的这款的节目哦，大概拢咧学了大卡子啊，而且中国时报的时报副刊还一整页曾经分析过这张专辑的歌词啊。这个新闻出来哦，大家安尼评价哦，说足侪人拢来找我写歌词，所以我是迄阵个写足侪歌词，拢对于迄阵开始的，包括替齐秦写。然后我会记迄个陈小霞的专辑哦，听歌的人甲叶淑英的相扑这两首歌，齐豫甲林忆莲拢有翻唱过，然后只是林忆莲迄个版本哦无出版啊。我会感觉讲。我的台语词啊，伫迄个时代啊，有一种气味哦，是别人拢无，甲别人无共款的，就是讲，我写的歌词哦，有诗的含义足深的内底，其实无像一般的流行歌词，较像讲，甲国语的诗，甲翻译过变台语的词的这个感觉安尼啦。然后我是随迄阵开始哦，别人甲我讨台语词的歌，拢会请我制作。迄阵大家对我有种感想，讲我除了写歌词以外，我改成会晓做企划，会使伫迄个歌哦的歌名甲首来的歌内底哦，变成一个专辑的感觉，有主题的感觉安尼。所以愈来愈侪人找我写歌的时候，毋是我请我写歌，爱请我制作，佮请我企划。对于影像啊、对声音啊、对销售啊，全部拢交互我统筹。安尼责任就足重啊咧，大头就足重啊。但是我迄阵拢毋知影偌重啊。我迄阵讲是讲，哇，红要来找我咧，哇，陈英杰。然后呢，凤飞飞，我光想到这，我就感觉讲，吼，你嘛爱第一时间找伊讲，我答应。所以迄阵无想遐济。真正答应了吼，真正工课缀伫咧肩胛头，我相信讲你的心情都拢下伫遐。亲像老师你头拄仔讲的，翁英凤，你甲写食果子拜寿头，是，那是我回头看你的手，对，写互因妈妈。一条鱼，是。迄虽然毋是讲主打歌，毋过，甲即摆嘛佫足侪人爱唱。即摆想，还会想到信任这2字啊。迄阵的时阵哦，会感觉讲，哇，大家互相来信任哦，做好耍的。就是我做这个代志，我免想有当受使，毋免想讲别人会接受袂接受。我想出来，大家拢咧用尽全力啊！大家拢想要把这个物件做较好的，所以阵做这个代志哦，甲我这个性讲，什么代志拢想要做，有一点仔无共款的个性哦。所以我不管幕前幕后制作哦，还是企划哦，拢是迄阵台语歌到无人找的团队来做。尤其我上爱做的。人生爱翻转的歌手的专辑，我是最爱做这种代志的，因为迄人哦，离低潮的时阵哦，
会使写的故事，会使写的主题哦，足多啊。比如讲，人伫低潮的时阵哦，是上重要就是爱成功啊。但是为着要成功这代志哦，每人哦，去做的代志是无共款的。有的人是做勇敢的去做新的代志，有的人哦做谨慎的，把过去伊所有的谦虚把它完成。啥物会拢有成功的物件哦，啊，你也会使找到这种成功的一种很细微的一种细腻的观察到的一些东西，其实对写歌或是听歌人都是一个很大的开阔。迄阵哦，会发现讲这世界哦，哇，会使较宽，会使较深，哦，不一定讲流行歌，佮一定爱人听有还使。若是你像讲红杏红，迄个时阵你甲伊安尼互相要完成一个代志的时阵，你是想要伫伊的身躯顶加什么款的物件，还是讲要表现伊什么款的物件？若是我回头这首歌，我迄阵就是写讲红杏红啊，后悔当初甲工会离开分开，伊即马要转去唱这条歌互伊听。我是把这故事哦先想好，才开始写这首歌。啊，写的时阵我嘛甲红杏红讲，这条歌是写互工会的。几年后，我有机会甲工会合作。工会第一届拄着我的时候，伊就甲我讲：“我有听过，若是我回头来看你的手的，我讲这条歌做好听的，哈。”然后我会讲但是我这个是写你呢。伊讲伊知啊，伊知。所以说，我是感觉讲人甲人的感情吼，你有时你也角度也找到吼，就是分开哦，吼。避免分开哦，拢有可能突然哦会变珍惜。所以你最后这句歌词讲，我永远是你的朋友。对。真侪朋友拢知影讲，伊少年的时阵吼，咱若讲较白，讲伊是真经的人。啊，伊安尼要放的，互你甲拖吼，真啊要平的，互你甲设计、甲刻画，讲起来不简单。我以前拄着伊的时阵哦，是上适合的时间拄着。啊，因为我来做，若是我回头进前哦，伊是不断的从高峰啊，一直跌到一个很低潮的时候，然后之前又发生过一些酗酒的一些新闻这样子，所以他遇到我的时候，伊是骑脚踏车来见我的呢，吼，伊讲伊逐工骑脚踏车，啊，足健康的啦，啊，就是这种就彻底哦，想要改变的心情来甲见面哦，然后我迄阵家替伊做这专辑的时阵，我讲，咱来做一寡，迄阵哦，台语歌单哦，大家拢袂做的代志啊，因为大家人出唱片啊，唱片封面拢爱穿迄，说啪里啪里迄个西装啥物货啊，秀场迄种衫，我讲我无法度做迄啦，我爱做三个改变哈。第一个就是穿迄个校园歌手安尼，穿白衬衫、牛仔裤啊。第二项，我这相片哦翕黑白，啊第三这头毛吼，加的就好，我无要甲你说到。拢总听你的啊，唱片专辑的封面就是这个形体啊。所以就是迄阵，但是迄阵哦，迄个时代哦，安尼做唱片哦 ，MV 嘛是黑白，封面嘛是黑白，做者唱片公司是袂答应。像迄黄义玲啊。我第一届替做是做爱情的酒拢袂退啊，但是要开会之前，伊甲讲一句话，伊讲伊有3种歌无爱唱啊，就啉酒的歌啦、跋筊的歌啊、食毒的歌伊无爱唱。但是我收到的歌就是爱情的酒拢袂退，所以但是拄到好的歌曲拢知影，这条歌就是好歌。
谢你，放阮情海底受水，海水一嘴吞落去。感谢无情人，像阮是上正重，叫阮对爱作梦，做一个无心的人。感谢无情人，变心搁来潇洒，往事一桩一桩，袂当搁去爱别人，你才甘愿。错梦破碎，阮的生命无后悔。你的海水送啥物？放阮情海底受水，海水一嘴吞落去。感谢无情人，伤阮是上正重，叫阮对爱作梦。做一个无心的人，感谢无情人，变心搁来潇洒，往事一桩一桩，袂当搁去爱别人，你才甘愿。一段情到这为止，像纸的心已经死。无情的人，请你赶紧离开。是你惊阮听你听袂入心。感谢无情人，伤阮是上正重，叫阮对爱作梦，做一个无心的人。感谢无情人，变心搁来潇洒，往事一桩一桩，袂当搁去爱别人，你才甘愿。有一条吼，足好足好的歌，做天公听公人。哦，天公听公人。爱是一生的希望，袂使一年都用完。我是感觉讲迄阵哦，我写天公听公人哦，这种歌因为有一个以前是俚语嘛，天公听公人嘛。然后呢，这种俚语哦，你也无小心哦，甲伊写入去吼，可能变做老派啦。但我个想要甲伊有些改变啊。我是感觉讲哦，但是这种改变哦，即马想下，像韩剧都做侪嘛是安尼演的哦，就是丑女大变身，这种电影这样子。然后我一直讲，我刚刚真心美哦，不是她不是美女，而是她好像不是我们既定的美女啊。我觉得这样的歌手哦，在歌坛里面真的很多位呢。有一个时代，迄审美的标准无同的时阵哦，我个想要替这种女性哦写一寡，互伊有自信的歌。哦，咱无应该互一种美的标准哦设定哦，把我们判定为人生的失败组啊。所以我迄阵写这歌的心愿是安尼。做侪人写配合我问我感情的问题嘛，伫我脸书嘛，对不对啊？我定下甲因讲哦。不要让下一个等你等太久，
啊，啥啦，我还写一句话，人啊，只要看到希望哦，现前的痛苦哦，足紧就离开。伊就是看袂到明仔载的希望。这希望哦，后人有一个贵人啊，甲指引一下哦，心情无共款。老师啊，你当着黄义玲的时阵，有个互伊什么款的希望？我是感觉黄义玲哦，缘分太深了，我感觉缘分太深，深到才会做到他这个专辑啊。然后以前我拄到伊的时阵是，伊的唱片公司做低潮的时阵啊，然后伊甲唱片公司的老板后来是夫妻嘛，所以那时候等于是伊的人生甲迄个唱片公司是合作伙啊，然后迄阵我嘛拄做完若是我回头，所以这唱片公司生财老板请我去做爱情的酒拢袂退这专辑的时阵哦，嘛唔知影咧，因为黄义玲是做慢热的，就是你也要解释哦，做慢的，因为大部分开会时甲点头袂讲话呢，所以你也要解变色吼，是爱有一个过程。但是我就是安尼，一首就一首哦。伊本来讲啊，这歌伊无爱唱，迄伊无爱做，但是后来做来做去哦，嘛是做这，哈愈做伊个愈相信我。有一天突然甲我问讲，阿德咯，我迄个无你前要唱好啊，你敢我唱安那？我迄阵我突然唔知要安回答伊，因为我感觉讲。唱歌唱得好，本来就是应该啊！啊，你就是唱得好，我还会再出版啊，所以无可能唱无好啊。但是我无想到讲，黄义玲会足在意我听的感觉，对迄阵开始啊，我想到讲，对吼，后摆哦，歌手唱好的歌，我替伊写好、制作好的歌，我一定爱仔细听。因为人真正重视咱。毋是讲，应该说，可能我的反应，我真足听对伊的信心啊，做这代志以后有迄力量。我迄阵哦做无用的啦，可是无法度想较有的代志啊。然后，迄阵做唱片哦，压力足大的，一张唱片哦，可能。清清彩彩拢2、3千万的投资呢，然后3礼拜甲我定生死诶，你像是讲我迄阵，嘛全力以赴啊，这新闻稿要安写，然后 MV 要安拍，然后呢翕相，然后有发生什么代志，要面对媒体，哇，这代志拢插做伙，所以我是感觉讲我迄阵都没有仔细听过他们唱歌。我想讲，这个是你要做好的代志，我做好我的代志，我阵安尼想。但是即摆想起来，我感觉讲，哇，就是对迄阵的歌手有一点歹势就是我是做什么代志哦，拢袂感觉歹势的人哦，但是有这个代志我感觉歹势。老师啊，你遮无闲，你讲的爱发记者会稿，爱企划规个专辑的这个想法，到底你什么时间咧写歌？拢会当安尼随接落去，随甲这个遮特殊的词写出来。我拢是透早写歌，就是透早醒来，要去公司的中的时间写歌，所以大概拢是1点钟的时间会使写，大概一日写一首，安尼。黄义玲所唱真侪你的作品，拢是感情受到挫折，拢是艰苦的时阵。啊，毋过你的歌词，拢要互人看到希望，也是讲你改变迄个艰苦，要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甲表明，去甲说明讲，我毋是遐尼可怜的人，对无？黄义玲哦，互我感觉是一个外表看起来做柔弱的，但是个性做倔强的。伊有这种的张力跟反差，既然是这种个性哦，所以我替伊写的歌哦，拢是
足坚决，嘛足委屈的，为什么委屈很重要？人要委屈就是讲想要把某种压力扛起来，好委屈之能力所以你想哇，自细汉，他细汉就出来唱歌，然后过来读册，然后很小就要进入这个演艺圈，这复杂的环境，然后前10年签约只有唱酬2万块钱，然后后面又要扛家计，然后唱片公司搁无趁钱。所以，伊是到最后到我来上华唱片以后他开始有存家己的钱呢。所以你看讲，你唱济年，你的唱有一天想讲好啊，唱安尼个会使。迄压力迄个长途跋涉，毋是一般的人会使想象的。相信讲伊的心境经过你安尼讲起了后，真侪观众朋友会更加体会，嘛会去想到老师你家写。面对歌坛毋是我看破，是你放杀我。话要倒边讲，我要把迄个委屈吐露出来。其实我系即句话会安尼讲毋是我看破，是你放杀我。按照一般的道理咱爱边过来讲嘛，是你放杀我，毋是我看破但是我要安尼讲的时阵你也反过来讲的时阵这事实各有变化。其实这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卖否定自己，因为你放杀我对我痛苦较深嘛，所以我承认你放杀我的时阵我已经有勇气把这你放杀我给扛起来了呢。最后的尊严，有时阵种歌词要表达的不是讲要表达什么感情呢，什么事实的，有时是要表达的是一个反转。改变因为重复老套的歌词甲内容，无人要看，无什么意义啊。你写遮尔济歌，黄义玲唱，缘分遮深，你感觉你家己上介意倒一个？我是无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有问过黄义玲，伊有甲我讲伊做介意一首，我替伊写一首歌，这首歌叫做《温情》李海波浪迄张专辑内底。这条歌写啥物货呢？写讲迄阵咱要分开的时阵你安尼就足幼的，甲陪我行到我无相信迄天这个心情这温情我拢记伫心肝内所以几年后我看到你带着你的某囝离路小拄着的时阵我迄种感恩的感情佮默默伫我心肝内唱互你听。伊讲伊上爱这条歌。就是因为伊拄不回，我不是不捌你，爱人伤害我就是爱情，阮红色泡泡的芭比，我不是不知你无爱情要什么，但看你我放袂开。Call me, call me, call me, call me now， 爱听你讲爱我爱到老。Call me, call me, call me, call me now。人不会电了哭到爆。等一等，几年，不是我爱你，我等你，我就要嫁。哪讲好？你愈吃我愈后悔，你不免惊我念啊念天，天我嘛袂
是讲老师迄当阵对大家世界的邀请，有啥甲你求甲无手软啊？啊，咱会讲家己个经营唱片公司，大家拢讲迄是考上德老师的公司啊。无啦，你用你个齐秦开迄个 EMI 嘛毋是伊开的公司，是伊个 EMI 来台湾的第一个唱片的分公司。我迄间公司是泰国 Grammy 来台湾开分公司，然后我请我做总经理。我感觉我做什么代志吼，拢是因为别人要找我，然后因缘具足去完成迄个代志，我拢无想伤济。啊，你像我做陈小霞，做红，做陈英杰，拢无想伤济，可以机缘到啊，然后让我在机缘会使做一张唱片。讲来到陈英杰的时阵，你甲出专辑，用家己的公司，你做总经理的公司，甲做专辑，应该就是你去找伊啊，敢毋是？是因为啊，迄阵我做黄义玲做一人一首成名曲，然后拢是翻唱一些经典老歌嘛，台语老歌。然后呢，我想讲，有一首歌有人来甲伊合唱当主打歌，安尼较有新闻。所以迄阵我开始想要甲啥物合唱，就对于迄个我选的歌内底找着想到，红杯刷会使互陈奕杰甲黄义玲来合作看卖啊，安尼。然后我还开始去找陈奕杰来合唱这首歌。然后因为这条我录好以后啊，有见面，佮开记者会嘛。迄阵甲陈奕杰和妈妈熟起来，我开始讲来做一张唱片。所以老师是你先想到《破浪人生》这系列歌名是吗？无，我是先收到这首歌，罗安写的《破浪人生》曲，我填字填进去。罗老师的曲，完全拢是无歌词的情形来到你的面头前。是。啊，不过迄个气味嘛是甲《海海人生》互相有牵连，有相接呢。海海人生比较抒情，破浪人生哦就比较大调一点啊，虽然还是小调歌曲，但是伊个破浪人生的开力啦，较适合伊要重新开始迄阵的感觉。迄当阵你敢甲罗安老师有相伴？无，罗安老师个啊讲，我迄一个陈奕杰音乐会嘛，我就请伊来。我迄个音乐会个请所有写过陈英杰老师的作品来作词作曲来现场，然后每个上台这样子，然后一上台讲我个来讲，咱合作写这条歌啊，跟咱这位戏出来囡仔咧，囡仔拢生啊出来做名较侪年啊，咱第一届见面，罗安个讲对啊，这条歌啊。就是歌红啊，做红的时，伊遐对唱片公司收到一个 CD 诶，迄阵拢唔知有这条歌有卖出去诶，拢唔知。敢有可能讲你安尼写歌进前拢甲罗安老师拢无相捌，这敢是你记唔到去？无，咱嘛听罗安老师讲看，请看 VC 啊。老师这样我没有讲错吧？啊，你讲什么？我还没有听到。我讲说我们就是那个。歌红了以后都还没有见过面啊，对不对？见过一次，我刚开唱片公司嘛，签了向慧玲嘛，还请教他说怎么卖那个通路，怎么卖那个单曲合作我都完全没有印象他都忘了，因为他已经走在前面了嘛。老师，莫讲吼，头拄啊徐老师咧讲，你讲的这代志伊袂记啊，莫讲安尼啦。你较早甲我讲嘛，唔是安尼咧。对啊。你较早甲我讲的是讲吼。徐老师甲你点菜，讲吼要比这个《海海人生》搁较赞的歌，你才照迄个形体拉，敢若讲是以前甲你点菜呢？他的前后是安尼。
共同的好朋友介绍我认识许常德，我跟他不熟，对，不同的领域嘛，我横跨国台语，想说我来找他研究研究，帮向慧玲先写一首歌，我拉一万，就是一样我的习惯，我是做完曲，我会把那个感觉还没有歌词的感觉在里面这样拉出来，让填词的老师去听。12个歌名，有情，头前两句有情，后边两句无情，有情加跳耍，无情加拖磨，10个字，你写得很好。老师啊，你这写的就敢若是俗语啊，啊你共坑啊。哇，到有情有现在还是影惊听煞，无情有影惊拖磨。王中平，那高难度，就是缘分向慧玲的缘分伊在唱，哇，2个是不一样的东西合在一起我很想跟他合作。总是这辈子就是这么厉害的一个人，台湾等于是说他的气化一流，他的填词，他那个意境跟人家不一样，独树一格。我当然要跟他合作是刚好有人帮我们牵线了，当媒人了，我去拜访他一次，从此就是电话联系，然后就是书信来往，没了。到最近，连今天总共见4次面了，短这个多月我们这个月见面次数比较多了。为了那个陈怡姐的事情，他真的是功德无量，他做很多好事情。老师，要是讲过偌久，才开始写破浪人生也是朋友跟我讲的，不是他亲口跟我讲的。他说你要不要帮许常德老师写一首，丢个曲给他？我说好。我没有在接受邀歌的，我自己当老板，我自己做，我自己也是蛮主观的嘛。他也一样，他也没有啊。你跟他接受邀歌，然后邀稿，然后投稿下去，还要你看你要不要用我承受不了，他也承受不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我在讲什么？不是说，但是第这首歌我收到的时我甲陈怡姐讲这首专辑也无破龙心这首歌可嗨啊！对啊，也是许清要叫我说帮他写个曲。所以老师，你当初先写曲的时候，都已经有设定啊嘛，有目标啊嘛。有。陈英姐跟许常德的概念在家嘛。为了陈英姐要给许常德去发挥，阮做手笔拢有职业病啊，就是一听个一当对，这个主打歌。因为陈姐我也熟悉，我帮她跟她合作过好几张了在之前那个你们讲那个都是以前在我们吉马大信嘛都是，我也了解她，你要给她空间，这种 slow rock 的，然后留空间，她很转音，她的诠释一流，这大家都知道的。然后我就放给他们听，跟你一样，他们说哇，主歌，因为那个 B 段那个哒哒哒那种感觉，就稍微有点创新，可是又不失是 New Venga 的感觉，跟徐老师讲的是一样。老师，这条歌你在写歌词的时候，你哪一句开始写出来？我写歌词拢是第一句开始写。我无法度先写副歌，甲写主歌，我是拢是对第一开始写，就是找着一种感觉，个直接写出来。迄阵其实要写普通人生足危险的，因为海人生太红。咱是讲比甲海人生比这不是找死吗？很困难，很困难。但是我迄阵嘛唔知影啦，拄到这首歌，突然有一种力量会使写。来拼一个，吹气吹看嘛，无人知影啦。连我嘛是把这个歌的高低起伏，把那个情感在拉里面，用我们的 vocals 拉的声音，让填词的音乐人去感觉。为歌手为歌单，拢在做翻转，拢在做改变的工作。我真今日足欢喜，我嘛先邀请柯尚德老师，甲进前罗安老师来咱节目共款。印一个，互阮对你表示敬意的手印，老师请。用力下去一次就好，跟好莱坞的一样。咱拢知影讲柯尚德老师足够有作数，不过伊做的比较讲的要较济。老师近来教罗安老师的忠厚，就是因为支持陈英姐、英姐姐的工作，这就是雪中送炭的工作。我嘛相信徐老师。目前已经转变做足侪人心灵的导师，伊还阁有足侪新的作品，咱继续期待。老师下回再过来开讲，多谢。心所爱的歌，下回咱过来开讲。老师多谢。
王老师多谢。